前大同的董事長吳乃仁因為用俗價賣土地，互法院判8審罪，連利息是攏總欠大同1億8千萬，一個月煞干那還5萬爾，算起來是攏總愛還300年。不過這錢攏還未還了，大同的委任律師煞就同意撤回官收。大同迄邊是證實講，目前甲吳乃仁是還未敲好勢，雙方按算8月底會閣敲一屆。經濟部長景明顯是表示講，若是還敲袂好勢，安尼大同就會閣一屆申請官收。前民進黨秘書長吳乃仁佇任職大同董事長期間，因為用真俗價值賣土地，互人判8審罪定案，連利息只欠大同1.8億。不過大同佇吳乃仁干那還750萬，就由委任律師同意撤回官收。大同正是7月16甲吳乃仁的還款協商破局。還沒交定，是不是一直拖延？不會，我們會壓迫他們，盡量能夠提早跟我們一起協商。基於促使這個債務人出面協商清償債務的管收的目的啊，台灣公司在當庭應這個法官的訊問啊，就先行的撤回了管收的申請。知影不滿大同對土吳乃仁借款漏判真濟，民眾黨立委洪耀祥批評大同專權授權予律師處理，敢若並對方律師承諾願意協商，就撤回官收，要求大同交出對土進度規劃。國民黨立委王鳳儀也講，吳乃仁提出每個月還5萬，根本在侮辱大同。我們委託律師還是會打電話回來問你啊。當時授權的時候是有全權授權給這個代理人的。這個實在是很扯啊。按照這個還款計劃，是不是要還300年之久？吳乃仁現在已經79歲了，他要還到379歲嗎？協商跟談判哦，它有它的過程跟技巧，這個部分我們要尊重台灣公司啊。蕭基燕回應，目前也閣佇個協商期，雙方律師一定8月底再次協商。景明謙是表示，若是借款人無出面進行協商，會再次向法官申請官收，大同會用強硬手段奪回借款。記者採訪報道。